大家好，我叫是李，今天我要和朋友说中文，走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好吗？我也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谁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水李。今年你多大了？今年我45岁了，你是学生吗？我是学生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怎么湖，你会说中文吗？我会说中文一点点。随便了。你学习中文在哪里？我学习了中文在微信学校，你学习中文多久了？我学习了中文2年了。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妹妹和我。爸爸妈妈什么工作？我的爸爸妈妈是农民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苹果，你不喜欢吃什么？我不喜欢吃香蕉。你喜欢喝什么？我喜欢喝牛奶，你不喜欢喝什么？我不喜欢喝咖啡。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做电视和火锅。再见大家。再见。